送院途中嘅故事緣起都好多年，我諗係2016年，好想寫一個關於創傷嘅故事。而有一個好特別嘅人，佢就送咗就係一個救護車嘅一個模型。咁我就放咗一個台頭，我突然間望住，咦，呢架車咪就係講緊嗰啲故事咯。咁救護員始終其實都係香港人啦。咁呢啲香港人嘅生活有咁多壓力，有咁多嘅改變，其實係點樣？咁就開始去思考。我寫呢一個劇本嘅時候，俾我煩到嘅救護員係海量咯。即係任何一個 friend，佢話佢識一個救護員，我就已經話：咦，我可唔可以同佢傾下偈啊？咁我問過好多嘅救護人員，咁佢哋都真係差唔多全部都係不約而同講就係：一個飯盒分開3次食。就係佢哋係日常生活。你去到現場，可能係成地血，你就係喺一種血液食飯當中咁樣穿梭喎。咁所以我覺得呢班人佢哋講係點樣去排解自己嘅創傷㗎？準備過床，1、2、3。醫院呢個空間都好趕好高壓，但係個地下係唔會震嘅。佢哋喺架車度，個地下係不停咁震。有好多時候去到現場，嗰樣嘢係好所謂嘅執生，你當下望到你就要決定，而呢個決定你就要同其他人講，因為你 in charge 咁樣。哇！嗰樣嘢係我覺得係好好睇嘅。你報警，我哋嚟係負責幫你檢查。呢個係我哋嘅職責。請問你明唔明白？明白。其實我諗佢哋有好多內心嘅感覺係好想分享嘅，但係你諗下一個救護員點分享啊？唔通你翻去同老婆仔女講啊？係咪你人生你見到咁多個悲劇，你點啊食下飯同佢哋講咩？呢一班香港人佢收咁多嘢喺個心，個創傷應該係點樣去排解㗎？咁呢個可能就係個故事嘅原點。其實我喺拍嘅時候咧，我唔係好大嘅重點去拍醫護嘅每一個步驟過程，因為呢個唔係教育電視嚟㗎嘛。我亦都唔係想重塑香港有啲咩意外咁，因為呢個亦都唔係個電影嘅原點。我係好想透過呢一啲傷者佢哋嘅一啲處境，然後去反映到，又或者扣連到主角嘅嗰種情緒咁。呢個係都幾得意，因為佢有一種好似段落，遇到某啲人、遇到某啲事、遇到某啲人嘅反應嘅一種咁嘅感覺。呢個係好開始嘅時候已經決定，因為即係送院途中就係佢係一個 journey 嘅部分，咁所以佢有一個故事有一個流動感。